識字有方法。孩，有兩個小人兒，一個圓乎乎，一個戴着帽子。孩字就是和小孩子有關，這個字就是孩。弟，有個戴牛角頭飾、拿劍的小孩。弟常用來稱呼同父母或同輩，而年紀比自己小的男子。這個字就是弟弟。婆，有位頭髮花白的老奶奶。婆常用來稱呼年老的婦女，像外婆、婆婆。這個字就是婆。伯，有個大拇指、拿鐮刀的人。伯可指伯父，即父親的哥哥。這個字就是伯。爸，有個長着大鬍子、笑容滿面的男子。爸是對父親的稱呼，這個字就是爸。叔，有個穿綠色制服、送信的人。叔可指叔父，即父親的弟弟。這個字就是叔。總結，學會漢字。孩、弟、婆、伯、爸、叔。